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大东区，透早4点外，有3个台北市的清洁队员，其中2个举刀举棍仔相抬相拍。警方赶到场，这2个已经倒伫遐，涂骹拢是火。送病院急救，救无活，2个拢往生了。还佫有1个要咧抢救，有性命危险。这个命案发生的地点，离台北市刑警大队才短140公尺。初步了解，这2个清洁队员进前都有纠纷，本来是要救出来讲和的，想袂到愈讲火气愈大，讲甲出人命。天大光，2个查甫人伫相拍，一人举警棍，敢若有好刀啊，抬着伤倒伫涂骹，双方拢有着伤。在前面倒2个人。因为真大声，楼顶的住户拢惊到，警方到现场了，2个人拢倒伫车边，涂骹拢是火。我就是听到嘈杂的声音，我才开窗出来看。那看的时候，已经第一位在白车的左后的那个先跌坐以后，整个往马路的方向倒，先撞击，头部有重击声。代志发生伫今日透早4点36分，台北市大东区兰州街一间人家厝的楼骹，56岁姓郭的清洁队员找2个朋友到姓王同事因兜要去谈判，双方进前就冤仇，见面就相拍，其中1个姓李的查甫人看代志大条先走。现场3人举刀啊相抬，最后2个人因为伤势伤重救无活，另外1个要伫急救。回到事发地点，这里就距离台北市刑大短140公尺，走路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竟然发生当街砍人事件。袂歹啊，讲好啊。刑台边发生刑事案件，不过当时是透早无过路人发现，是因为楼顶的住户听到冤家相拍声，惊一个紧报警。经过了解，3人拢是台北市的清洁队员，其中1个清洁队员的女朋友嘛有赶到现场。警方伫现场发现3支刀啊，初步了解，涉案的4人拢有毒品的前科。到底是什么款的冤仇，拍歹同事的感情，找人谈判颠倒被抬死，这个原因需要警方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